大佬啊，大佬啊，講咗幾萬遍啊，做功課就係唔聽嘅。嗱，洗濕咗個頭咧，分鐘舐嘢啊！嗱，信息唔差 ，sales 亂點兵嚇，港人中伏，北上灣區夢成為灣區噩夢啊！嗱，各大樓盤咧真係渾身解數啦，咩以租抵供啦，最後上車啦，各種簡介資訊啊，琳琅滿目啊！嗱，功課唔做好咧，真係分鐘舐嘢嘅。係啊，我哋上車嗰陣時咧，有10幾20人㗎。咁上到去，我以為啊，今次咁多團友都幾好啊，咁樣。因為咧荒郊野嶺、孤燈黑火嚇。今期咧講嘅全係乾貨嚇，一次講唔晒嘅。嗱，中意聽嘅街坊咧，記得 follow 翻我呢個 channel。建議咧就收藏落去嚇，睇下身邊咧有冇啲朋友咧中招啦。大家好，我係阿 Lam，歡迎嚟到阿 Lam 嘅專屬 channel 嚇。嗱，作為一名入行12年嘅資深行家啊，睇到而家個市咧真係又驚又喜啦。嗱，時不時咧仲會倒抽一口涼氣啊。嗱，今期咧真係袋錢落你袋啦。嗱，中意聽嘅朋友咧，記得 follow 翻我呢個 channel。嗱，接到一位街坊嘅求助啦。叫我幫佢出咗中山三鄉嘅嗰層樓，有時候咧真係愛莫能助啦。嗱，點解咁講咧？嗱，講起身咧就有段故嘅。嗱，話說咧就一位住喺西九龍嘅街坊嚇，咁化名咧就叫阿陳姨。咁啊，陳姨咧喺9個月前就參加咗一個免費嘅2日1夜遊嘅灣區睇樓團，中山、珠海睇樓，咁我諗住。咁應該唔會有點失拖啊，係嘛？咁我咪打電話去報咯，全程就係 WhatsApp 聯絡嘅。咁相信咧有呢一方面經歷嘅街坊咧都知道睇樓團咧就好方便嘅。sales 咧會幫你 book 好晒個行程book 好晒個路線，咁就唔使自己煩所有嘅行程咧都已經安排晒噶啦都唔使自己諗嘅基本就帶個包帶個人去就得噶啦。陳姨咧就約咗3、5知己啦，即係3、5個好姊妹啦，就開心心啦，咁落嚟玩心諗叫做邊行邊玩啦咁買唔買咧就後話嚟嘅，先睇睇啦，最緊要咧又唔使錢嘅係嘛，玩下啫嘛。話時話啦，本身咧就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誰不知咧？呢個2日1夜遊嘅睇樓團環節裏邊咧，自不然咧個線路咧裏邊係穿梭喺各大樓盤嘅呢啲動線嘅係啊，我哋上車嗰陣時咧有10幾20人㗎，咁上到去我以為今次咁多團友都幾好啊咁樣。喺中介公司嘅角度咁你出得嚟睇樓啦，咁梗係客戶嚟㗎啦，係咪？中介公司咧肯定都唔會怠慢你嘅。陳姨咧就同幾個好姊妹啦，就心諗冇乜嘢啦，係嘛？出嚟玩，梗係開心心啦。到咗售樓部，一大班人開心心，又食又拎我哋大陸咧有句話叫有得嫖唔白嫖咩？係咪？反正又唔使錢嘅誰不知咧？呢度重點嚟啦人哋嘅 sales 咧，即係我哋行內講嘅刀手我哋叫刀手如同珍寶噶啦。每一個嚟到售樓部嘅客戶咧，佢哋咧雙眼咧係放光噶，輪番上盡嘅湯水魚咁湯陳姨識買梗係買呢度啦，係嘛？你睇呢度幾好買呢個盤，買樓即上車入手當執到呢個價錢又平，而家買團購嚟㗎，個發展空間幾大係嘛？於是乎咁就不出大家嘅意料啦。個結果嘞喎，sales 咧就梗係開心啦。幾個阿姨用不二就搞掂啦，係嘛？最後咧梗係開單爆單1串3，鑼鼓一響，禮炮一放，恭喜陳姨喜提新房結果重頭戲嚟啦。結果幾個月之後咧，陳姨咧就懵鳩鳩咁仲好開心同幾個姊妹啦諗住落嚟收樓啦，係嘛？心諗叫做係放盤出租啦。結果咧
就唔出大家意料嘅，梗係瀨嘢嘅。嗱，當地嘅中介就話啦，阿陳姨，你個盤咧就唔好租啊，因為咧荒郊野嶺、烏燈黑火嚇，咁啊而家咧先租緊係800零蚊，而且咧仲有50-60個差唔多戶型嘅單位喺度排緊隊啊！陳姨再細細打聽，嗱跌翻剩翻之前買嗰陣40%，嗱後邊咧再講落去咧，我真係冇眼睇啦！嗱故事咧就講到呢度嚇。嚟咁有諗法嘅朋友嚇，呢度咧阿 Lam 咧就俾翻個忠告大家嚇，強調翻阿 Lam 自己幾個核心嘅觀點嚇，俾咁多位街坊嚇，有更多見解嘅朋友咧，記得可以喺評論區裏邊搜索出嚟嚇。首先要知道嚇，第一錢銀咧就唔係大風刮過嚟嘅，嗱慳得就慳嚇，嗱喺有限嘅房款嘅情況下。盡量咧就要揀啲配套相對完善嘅盤嚇，喺日後居住嘅情況下咧，亦都係因避免缺乏呢個居住嘅日常設施同埋配套而感到煩惱嚇。嗱，第二樓咧始終就商品嚟嘅，無論你係自己住啦定係投資啦，就一定要考慮翻佢嘅流動性同埋保值性嚇。嗱，要強調翻嚇。未來甩手嘅時候咧，接盤嘅人群係啲咩人群？嗱呢一點咧就非常關鍵嘅。嗱千祈咧就唔好同阿陳姨一樣俾 sales 三姑六婆係咁洗腦，係咁洗腦嚇。咁咧你就一味頭腦發熱，中個頭埋去嚇。嗱要知道嚇買樓咧，始終咧就大宗交易嚟嘅。嗱搞唔好咧，分分鐘咧自己咧就係最戇居嗰個接盤俠嚇。嗱第三。買樓咧，就要有前瞻性啊！嗱，盡量咧去揀一啲可以滿足未來10年到15年居住需求嘅樓。嗱，要知道咧，大陸嘅政策咧，無論喺財稅計劃方面嚇，定係城市嘅規劃方面咧，大陸咧呢個15+5嘅前瞻性戰略咧，絕對係全球獨一無二嘅。嗱，中國式發展嘅主義戰略嚇，嗱嚟過大陸玩嘅朋友嚇。亦都或多或少可能都見識到大陸嘅呢個大好河山嘅。要知道咧，置業咧一定咧要相信阿爺跟黨走。所有嘅商機咧同埋城市未來嘅走向國家嘅規劃戰略佈局咧，亦都喺隱藏喺呢個15+5嘅規劃裏邊嘅。可謂係咧前景商機一片無限第四睇餸食飯預算唔夠嘅朋友咧，真係要建議咧降低要求或者咧。暫時唔好買，唔建議咧勉強上車嘅朋友所謂嗰啲咩零首付啦、低首付金融貸首付貸呢啲千奇百怪嘅嘢咧，千祈就唔好掂啦。廢話少講阿 Lam 咧真係俾啲實質性嘅建議大家各位街坊認清嘅形勢大陸啲樓咧漲咧係冇可能噶啦，甚至咧仲會繼續跌睇下你自己咧有冇揀啱個位置要知道咧個市場咁大梗係兩極分化嘅。好嘅咧仲會嘭嘭聲唔好嘅咧就嘭嘭聲最緊要咧係可以揾到合適自己嘅同埋符合自己嘅而北上消費潮咧真係勢不可擋港人赴陸置業咧不得了啦力創近5年嘅新高如果有唔同見解嘅朋友咧，可以喺評論區裏面討論啱聽嘅朋友咧，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啦。隨着內地嘅經濟發展勢頭越嚟越好而中山、珠海、深圳等地咧就成為咗我哋港人嘅熱門嘅選擇兩地嘅文化相異交流無障礙，
同埋低廉物價啦，同埋房價啦，灣區置業咧係成咗唔少港人嘅選擇嚇。如今港人北上置業咧，雙城養老嘅人士咧真係暴增嘅。65歲及以上選擇在廣東省定居的香港老人數量較過去10年增長40%以上。廣州、佛山、中山等大灣區內地城市成為香港市民的養老目的地。據知名嘅房地產研究監測部嘅數據顯示以中山為例啦喺2025年嘅下半年咧，截至目前港澳人士咧就購買我哋中山房產嘅人數咧，對比2025年上半年咧嘅增長咧係去到112.5%，力創咗近5年嘅新高而2026年咧將迎嚟更高峰嘅增長式爆發。各位街坊咧要注意啦，中意跟風盲目投資功課未做足，買樓置業夢患得患失真係喺一年之差遇到陷入萬丈深淵喺呢度咧，阿 Lam 真係要重複嗰句，絕對唔係危言聳聽各位街坊喺呢度咧，阿 Lam 咧同大家多口叮囑一句啦，冇把握嘅仗咧，千祈就唔好打啦。以中山為例唔係所有嘅地方咧都啱買嘅。中山呢一塊咧就分18個鎮6個街道閒閒地咧在售嘅樓盤超過200幾個二手嘅樓咧梗係多到數唔清噶啦。正所謂咧東南西北中越睇頭越懵。經常咧就有街坊問阿靚嘅阿靚俾啲建議喺呢度咧阿靚咧就廢話唔多講直接上啲正題俾大家為咗方便易記我大致咧將中山咧就劃分咗6個梯隊逐個咧同大家去解剖一下。我哋睇翻第6個梯隊先呢個梯隊咧係唔推薦嘅。港人神迷嘅4個鎮，其中咧就包括咗大涌啦、神灣、扶沙、板湖呢4個鎮如果身邊咧有朋友買咗呢4個區嘅朋友咧記得千祈咧就唔好踢爆佢免得佢傷心流淚呢4個咧就屬於中山嘅邊皮位嚟嘅，即係我哋所講嘅邊緣地帶咁既然選擇得喺中山置業嘅朋友千祈咧就要記住呢句話呢句話咧就係重點嚟嘅寧願買龍頭就唔好買鳳尾原因咧就好簡單嘅呢4個區咧佢嘅產業同埋人口咧係最薄弱嘅要配套冇配套。要醫療咧冇醫療要商業冇商業自不然咧佢嘅成交咧就冇數據去支撐嘅亦就係咧我上面所講到嘅呢個流通性同埋保值性極其之差個別嘅鎮區咧一年嘅成交量講緊咧係個位數揀咗呢幾個區嘅朋友咧咁就恭喜晒你啦分分鐘咧你就成為嗰個最安居嗰個永久房東如果咧有 sales 同你推薦呢幾個地方咧，唔使多講嘢建議咧你直接拉黑佢有啲街坊就話啦點解阿靚咁肯定講啲中介唔會同你講嘅嘢以大涌為例大涌咧佢主要咧係以呢個紅木嘅產業同埋呢個服裝產業為主嘅環保嘅問題導致呢個空氣質量咧就居住環境就非常之一般啦近年嚟咧工廠嘅搬遷咧就比較嚴重亦都導致好多人口嘅流失目前咧成個大涌嘅掛牌咧先252套咁咧房產嘅呢個流通性咧係非常之薄弱嘅唯一在售嘅新樓咧翡翠華庭單價咧先係700千左右個位置咧仲係非常之尷尬嘅建議咧如果喺考慮附近嘅老友記咧，優先咧就考慮翻沙溪啦或者西區嗰邊啦。其他嘅我就唔一一列舉啦。阿靚咧得閒嘅時候咧會出一集專門去講呢啲區位嘅，逐個去盤點俾大家聽。第5個梯隊非必要咧係盡量唔好揀嘅區域主要咧係集中喺中山嘅南邊嘅4個鎮啦。其中咧就包括咗華南啦、三角啦、黃埔啦同埋東鳳嘅。呢啲板塊咧佢有一定嘅產業同埋人口
但係佢嘅呢個資源同埋配套咧就相對會薄弱啲嘅啊。咁啊，產業主要咧都係以製造業為主啦，咁就唔係好合適我哋港澳嘅朋友啦嚇。咁啊，樓盤嘅單價咧大概喺6000到8000蚊左右嚇。咁啊，買樓咧如果係叫做冇辦法改善到自己嘅生活嘅，咁我建議咧就慎重入手啦。咁啊，如果係都要睇呢幾個區嘅朋友嚇，咁阿靚咧就比較建議大家以呢個黃埔為例黃埔咧就主要咧係以呢個廚衛家電同埋物流產業為主嘅。咁啊，在售嘅樓盤咧亦都唔多包括咗中欣宏宇啦、凱旋新城啦、七元花園啦，單價咧大概係5000零到6000蚊左右但係咧佢樓盤嘅品質咧同埋位置咧就一般咁啊，如果係話叫有預算嘅話咧，可以睇翻旁邊嘅南頭咁啊，如果係非要執着要黃埔嘅，咁啊推薦咧恒大荔園新天地啦，藍天呢個金地等二手周邊嘅二手咧亦都可以選擇啦。咁啊，其他咧就真係唔係好建議第四個梯隊呢個梯隊咧就剛需同埋養老適配嘅呢幾個板塊其中就包括咗咧沙溪、五桂山、南頭、三鄉呢幾個區域咁啊，主要咧阿靚咧都覺得呢幾個區域咧應有嘅都有咁啊，有人口啦、配套啦，咁啊有產業啦，同埋居住嘅環境咧都叫做相對嚟講係比較舒適咁啊，預算唔高嘅朋友咧咁啊叫做又想安家養老嘅街坊咁就可以考慮嘅唔好講嘢，咁我哋舉例啦，以呢個三鄉同埋南頭為例咁啊一個咧號稱中國版嘅威尼斯咁啊一個咧係以家電產業出名嘅中山最細嘅一個鎮區咁啊樓盤嘅均價咧就從5000到12000不等嘅，咁啊主要咧就要留心避開一啲水浸位啦，同埋坑盤咁啊呢幾個板塊咧就喺交通同埋通勤方面咧都係有比較大嘅優勢咁啊留心咧就可以關注呢個天悅城啦、城山廣場啦，同埋周邊嘅一啲樓盤。咁啊推薦咧就係呢個新房包括咗呢個晉門峰啦、金悦蘭庭啦，咁均價咧都係喺5、6千蚊左右咁啊而呢個南頭咧就推薦呢個星河城勢啦、嘉寶潤啦，同埋呢個如果預算唔高嘅一啲朋友二手樓咧就可以對比咁啊呢個碧桂園嘅錦繡東方可以君悅呢幾個盤係啦。咁啊第三梯隊咁啊亦都係自住優選嘅區域其中部分區域咧係有升值潛力嘅咁啊呢幾個區咧就包括咗南區南朗、港口同埋古鎮呢四個區域咁啊呢四個板塊咧就比較叫做發展咧比較均人嘅咁啊配套咧亦都係相對比較成熟啦。咁啊自住同埋佢嘅性價比咧亦都係比較高嘅而且呢幾個咧都屬於係中山嘅經濟重鎮唔少早期有過嚟嘅朋友咧或者係有呢邊生意來往嘅朋友咁啊都知道咁啊早期咧有唔少街坊咧喺呢邊置業噶啦，咁相對嚟講咧佢就發展比較早咁啊相對比較成熟嘅咁啊無論係價都係比較優異從5000蚊到12000蚊不等以呢個南區為例以南區咧就作為主城區之一房價嘅差距咧就好大嘅從5000蚊到18000幾蚊不等咁啊其中咧就唔推薦呢個碧桂園嘅鳳凰城啦，位置比較偏，配套咧就相對唔係好完善嘅，咁啊出行都唔係好方便，咁啊優先考慮嘅二手樓咁啊例如呢個中澳嘅濱河灣啦、越秀星匯雲錦啦同埋呢個越雲軒等等咁其中咧有啲區域咧都有啲盤咧叫做坑盤嚟嘅，咁啊至於揀邊度咧真係見仁見智啦。咁啊第二梯隊咁啊呢個梯隊咧就發展係相對比較早嘅，配套比較成熟啦，教育亦都係比較豐富性價比之選啦。咁啊其中咧就包括咗小欖啦、西區啦、火炬啦，同埋呢個石岐嘅呢幾個板塊咁啊主要咧係體現喺發展咧就比較早，相對比較成熟，
既有呢個優質嘅舊資源嘅支撐啦，又有新嘅呢個商圈嘅加持，即係無論喺日常嘅呢個衣食住行啦，同埋平時嘅 shopping 啦、購物啦，上至咧就呢個長者嘅醫療，下至咧就細佬哥嘅教育同埋娛樂一啲資源咧都非常之成熟嘅。港人喺呢邊居住啦、出行啦、體驗感咧都會非常之舒適成個舒適度會比較高其中咧就以呢個小欖為例啦，就係呢個中山嘅第一重鎮人口最多，產業咧又密集自然佢嘅樓盤咧供應咧相對咧就會比較少啲嘅，但係咧樓盤嘅價格咧就相對比較堅挺追求性價比嘅朋友咧就可以考慮翻呢個東昇啦，或者係呢個叫做坦貝片區具體揀到邊個盤啦喎，各位街坊真係見仁見智最後咧就係呢個第一梯隊啦。第一梯隊咧就係高端嘅改善啦，同埋資源嘅頂配呢個板塊咧就只有東區無可質疑嘅。咁目前咧成個中山樓價最高嘅區域亦都係集中咗成個最好嘅呢個醫療啦，同埋教育啦，同埋呢個商業配套啦。咁有好多高品質嘅一啲樓盤咁未來嘅話咧，咁成個商圈同埋氛圍咧都會比較好嘅。但係就唔可以叫做眯埋眼去揀揀邊啲盤咧，亦都係叫做係慎重當然呢個咧講到明係頂配叫做有翻上下預算嘅朋友咧，咁就呢個區域咧就叫做價格比較高嘅，見仁見智啦。最後咧，阿靚喺呢度咧就講句真心話中山咧樓盤咧接近200幾個盤其中咧我都覺得係叫做都可以買嘅畢竟咧而家呢個市咧都已經係跌翻落嚟㗎啦。處於價格嘅呢個低窪時刻啦，相信未來咧跌嘅幅度咧就唔會話好大，但係呢個市咧亦都唔影響話樓盤嘅兩極分化嘅現象好嘅仲會更好唔好嘅真係會令人心痛憑身講句我始終咧都係企喺我粉絲嘅角度講翻句呢個良心話東南西北中越睇頭越懵買樓咧始終咧係大宗交易嚟嘅建議咧各位咧真係慎重去揀唔怕得罪講句其中咧有啲係垃圾盤嚟嘅，我哋叫慳盤我堅決咧係唔會推嘅大佬錢可以揾但係賺良心不安嘅錢咧冇搞啦，我驚瞓唔着有啲街坊咧往往會問啲綜合性價比會比較低嘅一啲樓盤我諗咧我會推薦同等預算嘅情況下咧更優質嘅盤俾大家有咩唔明嘅大家可以喺評論區裏邊討論如果咧有需要更詳細嘅買樓思路同埋計劃啦建議咧大家咧可以掃一掃上面呢個QR code 私信我啦講明具體嘅需求同埋問題啦，阿 Lam 同埋阿 Lam 嘅團隊咧會根據你嘅通勤啦、預算啦、家庭結構啦，同埋個人嘅一啲需求等等嘅情況咧，去定製專屬你嘅方案如果呢條片咧有幫助到你身邊嘅人或者係你身邊嘅街坊嘅朋友咧，記得啦，俾翻個拉我建議咧，亦都可以幫我轉發出去今期咧就講到呢度啦，我係阿 Lam，我哋下期再見。